是生命隊同黃優隊請到台前集合，穿上紅色嘅護具，我哋預備下一場嘅開始。好啦，我哋中場休息咧嚟到最後10秒啦 ，OK。係咧，球員咧預定下。好啦，中場咧去到呢個下半場咧係會由呢個火焰船開波嘅 ，OK。好啦，即係由呢個紅隊開波啊 ，OK。好，跟住3-2-3開始啦，預備，開始。好啦，由呢個8球波。好，哇！喺綠色隊好勇猛啦，一個接翻，呢個11號隊咧，好啦，好啦，中個前鋒，好準備時間，好嚟到6隊上啦，好去到就應該係新界由紅隊開波啦，好啦，紅隊嘅策略繼續喺個 long pass 去到中場，再嚟一個。直接喺個前場，由財仔負責用中場寫射門。好，好啦，好，球員小心，球員小心啊 ，OK。好啦，跟住6隊開波。好，哇！一個啱啱轉咗中場，好，轉一個必殺，係中6隊。嚟到前場啦 ，OK， 差啲就走到㗎啦，我真係同你分幾個，繼續嘅。好啦，要喺自己嘅地方時間先。OK， 可惜仲係都係出界啊 ，OK， 好啦，綠色開波啊 ，OK， 綠色開波，色預定射波。OK， 開得啦，好。射波咧，好嚟啦！哇，真係射波，直接射出界，非常幾好啊！係啊，跟住又紅隊開波，好啦，下波就喺個經典傳波 ，OK， 好，好，你咪不過時間，我先傳波入去先，喂，9號嚟啦，好，哇，可惜啊！好啦。留意下我哋嘅籃板啦，好脆嘅，你哋好，跟住由紅隊繼續開波啦，我哋呢個繼續，喂，去到前場喎，好，一個傳波，哦，俾人吹埋虧線啦，咁啊由紅隊開波，好啦，我哋時間咧比賽咧得翻10秒嘅啫，大家究竟要唔要開場？第一場嘅。嚟一個出界啦 ，OK， 由6隊開波，好嘢，10秒啦，賽事，好，好啊 ，OK， 佢攞個波咧，一籃底，俾人帶咗落嚟，好，比賽3分鐘俾啦，好型啊，收咗波高咗啊，好，時間夠啦。對黃優草啊 ，OK， 可能由生命隊對黃優草，麻煩咧大家孭住啦 ，OK。我哋咧上一場賽事期咧，我一陣啲板車返回翻所屬位置。
有兩紅兩綠嘅嗰度。同埋一張面具特別嘅位置啦。咁樣咧，而家準備嘅衣物咁稍後咧就會進行呢個比賽，因為由31隊對10人掛1隊嘅。好啦，新域佢係紅色，新域佢係紅色。OK，黃優亦都係綠色。好啦。麻頭新域佢咧就咧係坐紅色嘅車，跟住黃優都係坐綠色嘅車。有冇心臟地帶啊？哇！一個漂移 ，OK， 我過去中間。好啦，紅隊跑到啦，Danny 老師嘅獨有嘅拍波方式喺地下。好啊，唔好係咁啊！咁嘅情況。好，黃色球，開波，好，紅隊得分。我跟住咧有請紅隊。好啦，綠隊開波喎 ，OK， 記住啦，紅色防守啦，綠隊開波啊 ，OK， 預備，好，綠隊一個，跟住 OK， 好啦，第六睇位置啊，食咗，好，再攞波，好，睇一拍波，睇入到啦，黃色啊，好啦，後面落翻去綠色隊。喂，一聲就攞波，可惜收到控地咁成功，拍咗咗咯。好，綠色又中咗 ，OK， 一個傳波，哇，喺漂移式嚟射咯，可惜入啦 ，OK。我哋前進攻係紅色嘅時候，而家好一個。
呢個後程。哇好！哎呀可惜啊！好又兩翻咗啊！好波，紅隊咧去到前場。好，上翻個話。好，一個橫球，好好好。可惜啊！第一次咧綠色咧球員會見過你哇！10秒啦，最後10秒啦，好，球員一次舉球，俾人攞咗個波啊！最後10秒冇過程。哎，俾人。好啦，我哋嚟到中場休息嘅時間，我哋1分鐘嘅休息啊！雙方球可以飲翻啖水，下半場嘅3-3。好啊，好啊！一個轉手可惜啊！嗰隊電隊。睇住反擊啊！哇，紅隊攞波。好，暫停先 ，OK。好啦，我哋好，我哋更換。綠隊開波，綠隊開波。左飛，好，再射波。好啦，綠隊有分，綠隊有分啦。OK，綠隊咧請
向進攻方向咧向前一格啦。OK， 麻煩多唔該。係啦。有請啦，綠水向進攻方向向前一格啊。OK。督走嘅發波方式，好接咗波啊！好嘅，好一個甩手。長隊開波。好啦，夠鐘啦，OK。好啦，我哋咧今場比賽嘅分數咧就1-1啊，OK。3和雙方爭少隊啦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哋咧去進入咧 A9嘅賽事啦。好，我哋咧接下來咧進入 A9嘅賽事啦，係由新定一隊對龍獎花園隊啊，係由新定一隊對龍獎花園隊。雙方咧，如果預備好咧，麻煩就請上車啦。每個場中間咧有兩個。
好玩得司機，好嗱，OK。